光明台廁所嘅瓷磚啊，都係做空心測試。咁啊，廁所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去做啦。啊，萬一漏水啊，或者有咩情況咧，就好麻煩。鋪瓷磚咧，其實最考師傅嘅功夫咧，最嘥時間咧，都係呢啲邊角嘅位，做得靚唔靚咧，好影響成個單位嘅感覺。呢啲位一定要小心去做啦，因為咧呢個位做得岩巉咧，成個單位咧就好難做得靚。裝修穩陣啲，住得安心啲。所有工程3年保養，ISO 國際質量認證公司。